各位觀眾聽眾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高高講下播》，我係民主，又到了民主，我來教大家做料理嘅時間咧，要來做什麼呢？我來做呢個客家嘅時溫地圖嘅豬肚燜鹹菜，安樣是從右到對哦。有什麼重要的經典食材呢？來看到第一個就是這個蛋蛋鹹菜。 還有哦，這個鹹菜呢，就是酸菜啦，你一定很常吃到這個酸菜的料理，對不對？而今天呢，我們要挑戰的一整句話呢，就是客家菜有很多酸菜料理，客家菜就當多鹹菜料理，客家菜就當多鹹菜料理。你喜歡吃什麼樣的酸菜料理呢？可以到我們粉絲團跟我們分享一下。 接下來看到這個第二個經典食材就是豬肚，就是豬肚。好，接下來要怎麼做呢？來看我這個鹹菜啊，大家放進去之後記得哦，稍微的把它用清水沖洗一下下，放下去之後不用再加鹽巴、其他調味料了。鹹菜本身就是最好的調味料。接下來我要把我們的豬肚，就是豬肚哈，豬肚放下去嘍。好來。 好，現在呢，把蔥段放下去之後，我們就可以起鍋來品嘗嘍。到底我們這個豬肚燜鹹菜好不好吃呢？我請了3位朋友來一起幫我們品嘗看看。可以先幫我們喝一口湯頭嗎？好。酸菜湯應該還不錯喝吧？還不錯，蠻濃的。可以再喝看看，這都是那個媽媽在鄉下自己把它醃製而成的，所以對客家人來說啊，吃到這種味道就知道是回到家裡面了，這樣子。 謝謝你們 ，Hello， 各位朋友們，今天教單字你們都有記在心裡面嗎？沒關係，明珠帶大家一起來複習一遍哦。看到第一個單字就是酸菜，鹹菜，鹹菜。第二個呢就是豬肚，豬肚，豬肚。第三個，我們一起來學一整句話哦。來看到就是客家菜有很多酸菜料理。 客家菜就當多鹹菜料理，客家菜就當多鹹菜料理，你們都有學會了嗎？下一次一起來分享一下你心裡面最愛吃的客家菜吧。我們下次見嘍，拜拜。